就是人力之苦，然后第一善趣是吧？善趣的那个善趣方面就是讲到就是人，还有讲到人的痛苦有三大根本苦，生老病死苦，然后怨憎会苦，爱白离开的离嘛，这个离苦，然后求佛的苦，不欲临苦等，还有三大根本的痛苦。变坏苦，哎呀，三大根本的变苦、苦、行苦。哎呀，然后我们现在前面就是所讲的就是生老病死的痛苦，还有变苦、苦、行苦，等有各种各样的人类的痛苦当中，我们现在呢一开始先讲那个变苦的方面，现在所拥有的片刻的安乐瞬间，也将变成痛苦。例如，使用利益身体的因食后，不离饱足，觉得很幸福时，没有胃肠里且生了寄生虫，突然患了严重的浪塔病。哎呀，那一种病的名字浪塔病。痛苦不堪。现在充满快乐时候，如果被怨力赶走了家畜，大火烧毁了房屋，突然遭受病魔的损坏，或听到别人的重伤等，快乐瞬间会变成痛苦。从这一点来说，但轮回中似乎拥有的安乐、幸福和名誉，其实都无有丝毫恒长与稳固，皆不离痛苦的本性。因此，因为轮回之事生起厌烦心，所以就是在我们人间的所有的认为自己觉得很幸福的一切，实际上来说到它的根源也是不离痛苦的，都是跟痛苦结晶的一样的。所以相当就是在我们的所有的幸福跟快乐都是无常的，它会转变的。所以就是享受一个快乐的瞬间变成痛苦的这种，相当就是前面所讲的我们所用的因识不对了，然后就是一切因识对。我们在你们这些的社会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在我们小时候，在我们家乡那些地方的话，经常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什么人就是在什么地方就吃了一顿饭，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生病了，所以就后来呢就会越来越严重。那种事情是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那么因识本身就是对身体很好的，而且是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如果是没有因识的使用的情况下，那么人生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嘛。但是呢，就是好的因识，如果是吃了，那就是对身体会有好处，更加的好处。所以就吃到好的因识，觉得就很幸福的时候，突然呢就是肚子里面就不舒服，然后就变成那种没有办法治疗的那种疾病的事情也是非常多的。那这些也不是少见的，也是一样的痛苦。前面呢就是觉得使用这些因识是非常幸福的，正在使用的时候也是感到很幸福，但也是为什么叫跟那个痛苦的因没有不离痛苦的因的意思是什么呢？最后变成
这个疾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痛苦。就像这样一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短暂的这个因果因为一个人做了什么，所以就后面就感受到什么什么等等。但有些时候就是这种短暂的因果是能够看得到，但是在长期的本来的这种过去的因果是看不到的。那么一个家庭好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自己的财物比人家偷窃了，或者是占用了，这种事情是经常在整个的这个人世界当中就是特别多的。那么相当就是鲍志仁波切所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藏族人、西藏人能可以听得懂的方式。那么在西藏的一个环境来比对，尤其是在牧区的环境来比对的特别多用的，就相当就是在过去在牧区游牧民族的生活都是在山上，然后就是在领土很大，但是人类住的就是很分散，所以一个家庭跟另一个他的邻居跟邻居之间呢，就是相当就是算是他的邻居最近的家庭之间，有的时候起码一天才能到的，这样就是特别远的一些这样的那个山区里面。那么那些地方呢，就是常常也是会遭遇一些就是外来的一些人，就是相当就是抢取他们的一些生物的，相当就是牲口的，就相当就是牛马那些，就是在山上放着牛的时候，那当然在山上放牛的地方呢，也是离家比较远的地方，那里也是有照顾牛跟马的人，一天的时候就是肯定顶多就是一个人。那么那些时候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女生或者是小朋友在山上照顾牛的时候，突然呢就是就被那种强盗的袭击，就是马上把他们家的所有的那个生活都是抢走的，这种事情也是非常多的。那山上发生了这个事情得到了这个通知的这个消息的过程，那么在家里也是非常重要的，相当自己的什么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就是突然生病或者是有些老人家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就心里就感受到特别大的这种惊吓，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下马上会死的那种事情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痛苦本身就是在痛苦上面就是加痛苦，所以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家庭突然变成这样的就家破人亡的那种事情或者是突然就没有想到的时候比过去的那种冤家或者什么就是放火杀人等等的这种事情都是会人类的世界上就遭受的。所以就是所有的幸福跟快乐都是短暂的，都是会变的，这些都是人类的痛苦。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来说到，就相当尤其是像你们这些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来说到，就没有什么那种牲口人家会抢走的，就是马牛什么，顶多你们有的时候就是养一些小宠物，那些也可能就不是自己走丢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抢走的。但是呢，就是财产上，相当就是在银行里面的钱，或者是在这些有没有被人家偷走，或者是网上会不会被人家就是偷走你的那个卡上的钱等等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尤其是比较家里有一些怎么说呢，那个失业的人来说的，那肯定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如果是自己的儿子女儿没有在继承之前，有没有大秘书或者是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大的那些干部，他们会不会拿走你的家产等等，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些故事也不是没有，经常都是会发生在这个人类世界的。所以就是最幸福的那些人，就相当很多人来说的，可能是最有钱的，或者是家大业大的那些人。但是他们也是第一个呢，就是又有这些比外人抢走他们的这个家业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感压力担心。另外来说呢，也是家里就是内斗，然后就是家里人多的情况下，也是又有同样的就痛苦，所以各种各样的有很多很多不圆满的痛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知道人类的痛苦。苦，前面的痛苦尚未断尽时，又遭受新的痛苦，如麻风病未痊愈，有生毒痈，
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病人，这个病好了，好不容易治疗就很长时间，一个病就好了，那又发生了另一个病，那怎么办呢？又要继续治疗。所以这个整个的生病的过程当中，到痊愈的过程当中的感受是没有生病的人就不知道，就感受不到，自己生病了以后才会知道的。毒用还未好，又生疮，所以就是第二个病没有治好的之前又会生另外一个病等等，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些病人，因为就是人的因缘跟业力就是这样，有些人一生当中都是会病苦，病苦当中来说的话，他本身是病人，又加了什么病什么，好像有些人就是自己的身上都可以找出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这些来说的话，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也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因缘投生到人间，但是人间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痛苦，所以就是总是都是有痛苦的。有些人一生当中都是健健康康，都没有打过一个针，也没有吃过一个药的人有没有？也有，但也是他是不是很幸福，感受不到，他有其他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痛苦。同时也是在痛苦的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是有个人家庭的父亲往生了，父亲死了，那肯定是非常痛苦。但是父亲死了以后，还没有他的痛苦还没有缓解的过程当中，母亲又死了，遭怨敌抢劫，又死了亲人，所以就相当就是在怨敌遭受到怨敌的抢劫的时候，那当然可能是有的时候就是会亲人也是会死的，那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财产，然后就是在对抗敌人的时候呢就会死了。这家人也这样的事情也是会经常有的，无论身在轮回的何处，都是唯有以苦上加苦而度日，没有一刹那安乐的机会，安乐的时候，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过下去以外，没有什么真正的可以能够安乐的。在人类的任何时间，相当我们一个人来说的话，就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那就那个时候是比较不会去想事情，不懂，所以就相当就是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一个人上小学的期间，或者是那个之前，那个时候是觉得比较幸福，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当下是没有感觉到自己很幸福。任何一个小朋友都没有想过自己现在是最幸福的，但是后来呢，就是慢慢就是上学的过程、毕业的过程、毕业后的这个工作的过程，那么人类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结婚的过程、结婚成家的过程、成完家生小孩的过程，没有生小孩也好，生小孩也好，反正就是在什么样子的时间，一个人比如说今天到了60岁也好，今天到了10岁也好，或者20岁、30岁，整个的过程当中，问他说你现在是不是最幸福的，谁都答不出来的。他们认为都是说幸福应该还在后面，到了最后大概60、70、80岁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个人世界里面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幸福的所以就还是那个时候会想什么，我如果现在是年轻的话很多事情应该很好，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也年轻过一样的，但是年轻的那一年你也没有想过觉得很幸福，都是没有所谓没有一天的安慰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没有得到过现在可以了完全，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用想，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安慰。所以除了修行人，而且修行人里面就是修持佛法得到了稍虚的在这个佛法的精髓的人，无论他是年老或者是年小，都得到一种安慰。他80岁的时候就感受到佛所讲的这个佛法的精髓的，真正的能够可以在融入了自己的心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同样他就得到安乐。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年老使自己是最痛苦，没有这种感觉。因为
年老是正常的，生老病是人类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根本的痛苦。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就不光是我一个人老啊，所有的人都这么老。但是我呢，就是遇到了佛法，而且是知道了生死轮回的真相，所以我就现在来说呢，就非常的幸福，会感到这样，已经获得了一个可以解脱的道路。所以呢，他是觉得很幸福。而且他年轻的时候证悟了，就是佛陀证悟的时候，就并不是年老的时候证悟啊。但是在年轻的时候证悟也是同样的幸福，在年老的时候证悟也是同样的幸福。唯一的就是年龄跟地位、环境都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就是修行得到证悟的时候，那么什么都不会受到你任何的影响。所以这个才是最圆满、最幸福的。除了得到这个果位之前呢，没有任何一天能够可以安心的一个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讲辛苦。现在我们这些自以为安乐的人，好像没有亲身感受痛苦，但实际上也具备超越痛苦之因，如吃饭、穿衣、住房、受用、装饰及宴会等，一切都成了造罪业的因，一切所作所为也全部不理造恶业的虚伪之行。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就是一个人，穿个衣服也是造业吗？戴个项链也是造业吗？弄一点的装饰，就相当就是女生戴一个耳环或者化个妆，全部都是造业吗？你这样去想的话，这个实际的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就说不出来是在哪里造业。但是根本是什么？与贪跟欲望没有远离，没有远离贪心，没有远离欲望，更没有远离我执，所以都是恶趣的因，就这个意思。这一切业果唯有感受痛苦而已。例如仅仅就茶和糌粑而言，而且我们同时呢，就是在所使用的食物跟一切物质都是也是有跟业有直接的关系的，跟造业有直接的关系的。所谓的人类的生活像比如说仅仅我们喝的茶或者是使用的糌粑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糌粑的时候呢，我们所听到所有的吃的食用的东西就可以了，所有的植物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就这样。